2025年3月16日，香港迎來了備受矚目的花碌碌輪椅花車慈善嘉年華。一家國際基金有限公司作為擁有 I-88免稅資質的香港慈善機構，致力於輔助弱勢、傷健共融與賦能就業。此次活動中，一家國際基金有限公司由董事會秘書余志奮先生帶領6人團隊積極參與，從花車的設計到製作與組裝，團隊傾了大量心血，最終以和諧號形象精彩亮相。輪椅花車以和諧號造型展現使命擔當，融合輔助弱勢、傷健共融與賦能就業的精神。車身生動圖案記錄了公益瞬間，傳遞專業、誠信與創新理念。一家以關愛弱勢群體、一家與你同行的口號，激勵大家攜手共創美好未來。團隊成員表示，參與此次嘉年華不僅展示了我們的努力與創意，更感受到社會對公益事業的支持與認可。一家國際基金有限公司將繼續秉持關愛與共融的理念，推動公益事業的發展，與社會各界攜手前行。